台语虽然是我的母语，不过是啊，迄个国语政策吼又怪大，佫欠栽培，所以可能讲咱国家有拄好吼，才大家小了解。啊，阮这本越南的和日本会当从越南顺利出版，真正足感谢蒋教授的操作吼，因为真正中无着足侪困难吼，这真正歹势来同你讲，后摆若有机会你来了解，就知影讲会当这本会当出版是偌辛苦。那阮即摆来讲，这本原作吼，原作是2013年廖瑞英教授伫本馆的即个文学史的中编吼，迄33本内面的一本。啊，这本呢，真正是完整台湾的台语文学吼，用咱家己的语言会当写做家己的吼，感觉看有画味，安尼也一个历史真久吼。即个偌久呢，这个爱讲较要到150年前吼，所以这本书吼，按差不多中央教会来甲台湾报告吼，开始就是写，因为一开始咱知影讲是白话字的历史，白话字呢，搁再到日本时代呢，要推广的时阵有一寡压力，到战后呢，真正完全拢去定了吼，啊到尾才搁有咱1987年以后。慢慢伫咧陈明仁教授、廖瑞英教授的推动之下，咱较有法度今仔日用即款的字，会当写咱家己的语言，这真正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所以即本呢，差不多200多页，内面的历史讲甲诚清楚。所以阮较早咧选要读到一本要送去出国的时阵，即本就互阮选定吼。啊，要啥要选越南呢？因为咱拢知影讲越南跟台湾伫咧19世纪的末期吼，拢共款去其他的强权来对比吼，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日本。啊，到1945年以后呢，拢开始会当解脱起来。啊，毋过台湾真正有真辛苦吼，在战后呢有一段长的时间拢无法度用家己的语言、家己的字来写，所以咱即摆会当享受即个自由，我感觉真正是无简单。所以即本会当教越南去互其他的会当有同感的国家会当了解吼，这是一件真正好的代志吼。啊，咱过来吼，开始来讲，来推销一寡业务吼。啊，第一项呢，就是讲白话字吼，白话字，阮伫咧卢兴昌教授的收集之下，阮内面有800几件吼的白话字，就是伫咧日本时代到战后的初期吼，迄个时阵用咱叫做罗马拼音吼，因为就是拉丁字母的意思吼。啊，迄是中央教会吼，差不多伫咧19世纪中，伫咧下文的迄个所在吼。做出来，啊，台湾呢，搁来用过来，用过来了呢，毋惊伫咧教会内面，伫写含即个基督教有关的代志吼，甚至呢会当写数学、写医学、写文学吼，所以即个时代的作品呢，卢教授帮咱收800几件吼，这较早拢无法度收，所以咱会当了解讲，人差不多50-60档，搁逐只的物件搁当找倒来，这真正是一件真公平的代志。啊，即件代志呢，阮800几件呢。去年就送去吼，咱文化部嘛，应该国家人政府有一个计划，就是希望讲台湾呢有一寡好历史，应该互世界人知影，迄叫做世界纪念吼，迄个6个月一个活动。啊，咱台湾呢要送去世界记忆的以前，咱先组一个国家队吼，咧台湾的代表队。啊，即件呢，伫今年的5月吼，去文化部选定讲，这是上届价值会当送去。世界参加世界记忆的比赛的一件，所以即摆跟中央教会呢，我嘛要来合作，搁来有咱一寡基督教的文书，搁咱白话字，白话字就是基督教搁向外口，就是或者伫咧1925年左右出白会的时阵，就希望讲呢，毋捌字的人，无法度写汉字的人，佮拢会当用用文字会当把家己的思想、家己的想法拢会当来写出来，所以即件代志呢，一直到咱即摆拢无停过，这是咱。今仔日吼，会当讲大家用咱家己的字吼，家己看话字，讲咱家己的语言吼，这一件真重要代志吼。所以讲白话字吼，这个文本吼，这感谢吴永昌教授，这是叫做吼，讲伊叫做世界记忆国家名录吼，这个计划吼是本馆啊，即摆伫咧台中后车道迄个文书局吼，迄个中心伫展览吼，那有闲逐个去台中后车道安尼赶过，安尼就到吼遮入边。好啊，第二个正常吼。就是我爱着大家推销一个咱即摆咧做的台湾文学奖。台湾文学奖呢，有两款吼，第一款就是已经出版的书吼，啊，这是图书奖。啊，另外一个呢，阮就做创作，创作台湾的文学奖真济，啊，毋过台湾文学馆的文学奖的创作奖
拢是伫母语为主要，所以台语、客语各原住民原住民当然是用华文写台语呢，这希望在座各位呢会当大家支持因为咱过去几冬呢迄参加的数量小可伫咧降落来，所以阮今年呢就决定讲来一个撇步的就是阮今年无要讲分，今年是新诗现代诗，也是今年散文、今年小说无三项做伙来咱迄评审的老师呢较食力伊来去看讲倒一个表现了较好，所以讲今年小可较回倒来明年希望讲会当搁看3回啦这拜托各位咱今仔日来参加咱先先记一下，倒会了开始写明年差不多4月左右会开始来评奖所以希望拜托大家一定爱到参加。咱若无互即个奖起来了咱创作的力量会大大刷咧即拜托。第3项就是我要来大家报告讲阮的翻译的计划。那翻译即个计划呢，其实是阮诚辛苦，因为台湾文学本地伊咧全世界无够大的力量。咱2300万伫咧联合国排名嘛，还头51号。毋过是安咱应该爱做一件代志，因为你若讲无出去，无人知影。所以讲咱即要出去的时阵，就2条爱选。第一件就是咱翻做英文，大家拢看有，全世界拢有当去。毋过英文的世界要看其他的国家的文学诚少。像我咱讲美国咱看过一个统计的数字，美国即个国家内面的伊的所有的出版的主要市场内面，翻译文学就除了英国、美国、澳洲以外，翻译的文学占3%。咱台湾要达这3%内面要捡偌济，这真是食力的代志。所以讲，另外一条路就是咱爱找其他跟咱共款，伫咧其他国家以外即主流的国家以外，会创作小国咱嘛，家己应该承认咱是小国。咱小国呢会当真伟大，这一定爱大家互相来串联所以，阮即摆呢讲像捷克、像波兰这拢是咱即摆咧合作的对象。越南就是咱新南向内面上介主要的一个合作的国家所以讲，咱跟越南已经差不多2-3工以来，拢一直有新书伫咧出版那其实不管是文化局还是蒋老师家拢有台湾博览馆嘛一直拢咧推动这个是咱第2条伫咧翻译做英文以外。阮即摆咧拍拼，就是甲翻译做其他的国家各种的语言会当互大家当互相交流这是我以上甲大家报告阮台湾博览馆除了即本册是阮出钱以外，其实真正拢是蒋老师咧出力，过去翻译去走走，去讲版权的问题。今仔日会当看到即本会当出版互我有机会当大家报告讲台湾博览馆咧做啥物代志。